歷經5、6年，終於都收返呢隻帶武器嘅食玩金剛，係時候返嚟幫大家繼續填坑啦。1988年塔卡拿超彈洞鎧甲聖鬥士系列第4彈金剛，大概係94、95年左右吧。當時仲係小學生嘅我，跟住阿媽去香港探親，喺玩具反斗城初次見到當年只可以喺電視廣告上邊睇到嘅超彈洞鎧甲聖鬥士系列玩具。雖然望住櫥窗每一隻都想要，但係當年定價2400日元一隻，喺商場賣，我印象中都要成200蚊港紙。典藏典隻之下，阿媽先至應承買一隻俾我。最後喺千挑萬選之下，呢隻日版嘅金剛就成為我童年唯一一隻正版嘅鎧甲聖鬥士玩具，所以現在對呢隻金剛都情有獨鍾啊！有塔卡拿嘅日版就梗係要收埋彩星嘅美版啦，如果唔係點對得住催更嘅你哋啊？除咗配色有色差，拳頭同埋腳掌從金屬件變成咗塑料件，日版嘅頭雕睇上去更憨厚，美版嘅頭雕顯得角色更加精靈。盔甲都係同系列常規嘅着裝方式，需要通過滿布喺素體身上嘅圓柱形裝位嚟固定。好在係日版嘅模具相對精細，零件嘅材質亦都相對堅韌，喺反覆嘅着裝過程入邊就相對冇咁容易爛。如果係美版嘅話，着裝之後你就真係唔敢拆佢手臂嘅盔甲啊！腰帶嘅穿戴過程依然都要小心翼翼。除咗提前要用熱水浸一浸，最好有能力嘅話，好似我咁備多一條備用。武器金剛杖需要你喺棍狀兩端自行安裝上武器頭。除咗動畫入邊嘅樣，玩具嘅套件仲另外附贈2個唔同嘅武器頭俾你自行替換。當然啦，唔同版本嘅武器亦都會有色差。對於我嚟講，如果當年嘅玩具可以喺背脊多加一個掛武器嘅卡扣，咁就更好啦。咁今期嘅分享就先到呢度啦。最近更新都會比較慢噶啦，籌備緊一個細型工作室，搞好嘅話應該可以以半開放嘅形式接受大家預約參觀。到時再通知大家嚟邊吹水邊撚玩具啦。下期再見。